主后2024年12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带人归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1章第8节到15节。大圣，我通过耶稣基督，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。我宣扬伊的囝的福音，用心灵伫服侍迄位上帝，通甲我作证。我常常孝念恁，不时伫基督中恳求上帝，照伊的好旨意甲我开路，互我无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。我真爱见恁，通甲恁分享一寡属灵的文字，互恁坚强。就是我到恁中间的时，恁通过我的信仰，我也通过恁的信仰，互相得到鼓励。兄弟姊妹，我真爱恁知，我真侪遍计划要去恁遐，通甲伫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共款，嘛伫恁中间修成一寡果子。毋过到今也有阻挡。无论甚物款人，开化还是未开化的，有智慧还是无智慧的，我拢欠因一切。所以，我迫切盼望，嘛会当将福音传互恁伫罗马的人，带人归主。我伫高中时期参加校园团契，这是我人生中真宝贵的历程。就伫迄个时阵，经历受带领归主的美好。当时团契的老师日日带阮唱诗歌、读圣经、祈祷，搁逐句解说圣经。这是我伫母会毋捌有的经验，因为老师勤奋带阮读经，乐意听阮的心声，搁为阮的难题代祷，互少年时阵的困惑通赫然开朗。对今仔日的经文中，通看到保罗真诚的祈祷，伊除了真诚关怀罗马的信徒，也愿意付代价为因迫切代祷。对字句中间，会当感受到保罗和信徒的关系非常亲密。面对当时多元的族群，保罗并无因为人的种族、社会地位和阶级无同，就看重这个看轻迄个的态度。伊接纳每一个人，就亲像耶稣基督接纳咱每一个人共款。反观现今的社会，人极力追求物质享受和名声地位，往往甲人分做几若类。这几年伫教会的丧礼顶面，通感受到世态炎凉的无奈，因为袂少人会选择性参加安慰礼拜。人伫上软弱的时阵，拄好是上需要安慰的时刻。咱搁较需要甲主的安慰带到人面前，特别是遐个受到忽略的人，要带人归主，无需要讲伤济的道理，只要一个微细的关怀行动，也是一句温暖的言语，就会当打动人的心。回头想看咧，这世代国甲国之间的纷争，也是过去历史的悲剧，包括民族甲民族之间的冲突、强权国家压制弱小国家等，这个拢毋是上主的心意。这几年的乌俄战争、以巴冲突，互人感觉恐惧和无奈。实际上，这个国家并毋是无神论的国家，甚至人民普遍信奉同一位上帝。假使因遵行上帝的教导，也会发生悲惨的战争无？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即将来临，咱安怎利用这温馨的圣诞节
带人来到主面前咧。教会除了举办圣诞活动，安排多元的节目吸引人来教会，也通走入社区，实际关怀人。咱毋但爱伫圣诞节期为主传福音，搁较爱伫日常生活中为主的福音做见证。保罗节遍自称是使徒，搁伫加太书第1章15节讲：毋过对上帝恩典，我还未出世，伊就决定甲我分别出来，搁选召我。保罗的使命感为遮尔强烈，是因为伊伫大马士革的路中经历到国外的基督向伊显现，互伊对迫害信徒的人变成做传福音的勇者。为着安尼，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讲：我传福音并无啥物通夸口，我是奉命得传，我若无传就灾祸。这互我想到当年团契老师传福音的热诚，也期待咱定心省思家己对传福音的使命。默想，搁再阅读保罗的生命故事，重新捡起来基督徒的热心甲使命。搁再阅读保罗的生命故事，重新捡起来基督徒的热心甲使命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互我搁再明白圣诞的意义，也求圣神帮助我搁较愿意传福音，互上帝国临到，互世界因为主的疼充满和平甲喜乐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